先前有美国媒体报道指出，讲美国卖咱台湾的武器涉嫌国际诈欺。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雷神公司那剩甲军售的介绍有关，包括飞弹个雷达系统咱个国防部是强调讲，美国的司法部嘛已经甲厂商达成协商，会甲不法所得拢还予台湾。国军伫咧8月对外公开接下爱国者飞弹精准的射中飞机，展现中管空的战斗能力。生产这种飞弹的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也负责生产几多项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武器。不过，怎啊煞传出国际丑闻？有外国媒体曝光，雷神公司涉嫌宣布军售介绍，造成国际友邦损失，台湾也受害。雷神有关爱国者飞弹一个雷达系统的介绍，对此咱国防部回应讲。美国司法部已经甲雷神达成认罪协商，会甲不当利益拢退给咱。那么这个案子正好证明了美台双方在军售的制度上都有非常严谨的防弊设计。考量整个案子是司法侦办的案件，那么细节没有办法公开，以免影响进度。中共透过内容农场文、特定的学者在台湾的协作者，不断的去散播所谓的以美论。有国内媒体质疑国军暗砍消息，国防部补贴讲是利用农场伫咧炒作以美论。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将会军援台湾5.67亿美金，创史上上大笔嘅美国对台军援。不过，外界也好奇有多一寡军援的项目。美国方面无讲清楚，只敢讲有力的关键防务的库存。But the administration use of the PDA for Taiwan is one example of 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help Taiwan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精准导引弹药，那么很可能就是标枪飞弹、刺针飞弹，乃至于托式飞弹这些。就是短距离的防空跟反战车武器。拜登伫咧任期改版进前，加大挺台力量。美国前总统川普是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大幅度提悬到占 GDP 10%，换算是大票2.7千亿。以明年国防预算6470亿来看，占 GDP 2.45%，是差4倍。要达到这么高的条件，会严重影响其他预算。实际上是做不到，绝不是要依附或者是去满足哪一个数字。台海经济紧张，不过受到3度风台影响，共军正罕见无了台。国防部吹理讲，并无发现任何共军的机舰出现伫台海。记者综合报道。